喂，兄弟平安。这是咱来练今日咱敬拜中所要念的诗歌。第一首是圣诗184首，上帝疼痛乃话遐大。来，咱做伙来吟。上帝疼痛乃话遐大，欢喜是那好我，因我比比小花的人，予我甘伊过我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。那亲信我可为第一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的高引人。第二节，耶稣温天乃为遐亲，就没伫我心内。因为对信心坚固因，心为平安主宰。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亲信我可为第一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。为保守的高一节，咱来吟第二条的圣诗27首。这首歌伊的旋律咱解释只是歌词较无共，咱吟第一节、第二节。来，咱做吟。我主上帝，我那受就那荣耀，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，看见痴心，可听见泪的响声。有着触摸你奇妙的工程，我心出声，了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心出声，了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。伟大，第二节，真好了解，上帝无小伊成囝，这来世间替人类献生命，你是家庭，甘愿替小人做我，老伙惨死。我他的愿望，我心出声，了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我心出声，了上帝生命，你真伟大。咱第三首的圣诗伫亚圣礼时，咱要来吟圣诗352首。咱吟第一节、第二节。来，生
会所行的礼仪，也有关的弟兄日，亲像歌谣行干的，表面今日小兄弟。阿勒有颜色的天，对在以来无个过，这个表明有因心，就是开古教我心。咱这是来备办心，准备咱参加咱的敬拜。咱有手机啊，请咱关震动，还是关掉。听人祈祷的主啊，全人类拢要就近你，做压倒我。毋久阮的过失，你拢要赦免。请咱同齐来吟圣诗第184首，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欢喜是落我，给我比比小可的路，予我。
是我可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高头伊的，为保守的高伊的，心是感动来回呀看，让我心在归心，心受欢喜，心受感化，奇妙我心经定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就是我可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高头伊的，为保守的高伊的，要行是心上的上帝，只是一挂一大，尊贵应当因我无体，阿罗伊命无算，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就是我可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高头伊的，为保守的高伊的。请咱游玩徛地，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14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亚岛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。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即摆来读启应文，记载伫启应文第15篇，诗篇51篇。启应文第15篇，上帝啊，你的疼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。我知家己的过失。我有得罪你，只有得罪你。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。我伫母胎就有罪。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，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。求你掩面无看我的罪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。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。求你，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免除我的死罪。
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喙。你无爱生礼，若爱，我欢喜献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者是痛悔的心灵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至圣至怜悯的爸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承认我有罪的本性，亲像迷路的羊仔离开你的真道。主啊，求你予阮会知影，为着家己的过失来反省，着尊你做大，听叹你的声。有时阵，阮会软正，为家己的私欲拍算；有时阵，阮掠家己做好的，浪费你的恩赐。恳求你教示阮，擘空阮的心，互你的慈爱甲恩惠入伫阮的心，互阮活伫你丰盛的恩典中，过你所欢喜新的生活，甲你有好的连结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歌队要带来的歌是《主爱河顶沉看关心》。
同齐来看今仔日的圣经，会记载伫3位。第一位是伫创世纪第2章15节到17节。主上帝将迄个人安顿伫伊地园，互伊种植、固守迄个园。主上帝吩咐迄个人讲：园内逐种树的果子，你拢通食。毋过，迄丛会互人分别善恶的树，伊的果子你袂用得食。你若食，迄日你一定会死。主上帝所造野地一切的动物，这是伫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7节。主上帝所造野地一切的动物，蛇上开刻。蛇对妇人讲：上帝竟有影讲，园内所有的果子，你拢袂用得食。妇人对蛇讲：园内所有的果子，原拢通食，只有园中迄丛树的果子，上帝捌讲，恁毋通食，嘛毋通摸，恁若毋听，恁会死。蛇对妇人讲：恁无一定会死。上帝知恁食的时，恁的目睭就会开，会亲像上帝分别善恶。妇人看迄丛树的果子好食，较目，会互人，搁会互人有智慧，就真新鲜。伊就挽迄个果子来食，煞互甲伊做伙的丈夫食，伊的丈夫嘛食。因两人的目睭就开，才知家己是赤身裸体，就便无法搁树叶做裙下地。第3位的圣经记载伫罗马书第5章第12节到19节。罪对一个人进入世间，死嘛对入来。结果所有的人拢会死，因为所有的人拢有犯罪。还未有律法以前，罪已经踮世间。不过无律法，罪就无算做罪。毋过对亚当到摩西迄段期间，死在支配全人类，连无犯着亚当所犯的过失的人嘛着死。亚当是咧要来迄位的预表。毋过亚当的过失，甲上帝白白的恩赐袂比得，因为若对一个人的罪过，众人拢着死。上帝的恩典就是伊通过耶稣基督一个人，白白赐予众人的恩赐，一定搁较丰富。一个人所犯的罪，甲上帝白白的恩赐袂比得。照审判，连一摆的过失嘛审判有罪。毋过照白白的恩赐，做遍的过失嘛审判无罪。若因为一个人的过失，死通过一个人支配人类，安尼耶稣基督一个人所成就的一定搁较大。所有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，就是白白互上帝审判无罪的人，会当通过基督来支配家己的性命。因为一个人犯罪，众人拢受定罪。同款，因为一个人伊的行为，众人拢受判无罪来得着我。因为一个人悖逆，众人拢成做罪人。同款，一个人顺服，众人拢成做义人。愿上帝祝福咱听通伊的话。今仔日传道要讲到的题目是平凡的罪，奇妙的爱。
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所看的这段经节，咱会当看到真长。本来我想讲要用其中的一段就好，但是为着要让咱大家会当更较了解，我直接就互师会一个较困难的工课，所以伊爱准备这久的，真辛苦。嘛，感谢今仔日带来真好的陪伴。其实今仔咱所读的这段经节内面吼，一段是咱真熟的。就是创世纪，人犯罪这个过程。另外一段是保罗伊姆罗马教会的圣徒所讲的，是一段充满奥秘的经文。伫创世纪这第二章15节到17节，以及第3章第1节到第7节时阵，伊讲到伫创世以来的开始，亚当甲夏娃因生活伫一个所在，迄个煞会真美好。但是伫迄个所在，啥物物件拢会当食，敢若一丛树仔，伊的果子是袂当食，就是善恶树。这分别善恶的树，伊的果子若食，人就一定会死。煞接，即个亚当甲夏娃因面对着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一个真特别的物件，就是蛇。蛇来到夏娃的面前来甲伊引诱，咱若认真来看这段经节，会感觉真趣味。这个蛇伊讲的吼，伊是讲上帝真正禁止恁食园内任何的果子吗？就是伊毋是讲上帝是真正有甲你禁止袂当食迄丛树啊，伊无。伊是讲一个错误的问题，伊讲全部吗？所以伫咧夏娃甲蛇咧讲话的过程中间，咱会当知影，即个夏娃已经陷入即个引诱内面啦。所以当迄个时阵，夏娃开始受着引诱，伊看见迄丛树仔会当食，伊感觉好食，伊感觉真水，伊真兴盛嘛，所以伊就去挽落来食了，伊也真有疼心吼，甲真好，甲伊的丈夫分享，所以因两个人怎真做做邻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人类的祖先，就是即个夏娃甲亚当，因有罪。即个罪是因为因两个人对上帝无顺服，产生妖异所产生的即个罪，也互因真做罪人。伫即个经节，咱真识即个故事，咱伫主日学、伫圣经拄掀开的时阵，嘛会看见。因咱解说一项事，就是人为什么有罪啊？以及罪是对倒位来的？啊，伫今仔日咱搁来看另外一节，是伫罗马书5章12节到19节。保罗伊应用这段，就是咱拄则所看见的这个故事，创世纪所记载的这项事，来正做伊罗马教会圣徒，伊分享教导伫咧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顶面。的即个物件，保罗伊用亚当甲基督来做比较。保罗伊讲，罪对一个人进入到即个世间，死嘛呐对你来，结果就是所有的人拢会死，因为所有的人拢有罪，拢犯罪。伫还袂有律法以前，罪已经伫世间。不过无律法，罪就无算做罪。而且保罗伊讲到一项事，就是伊甲这项罪分做两种，一种是亚当因所犯的，一种是伫以前律法出现以前，罪就伫即个世间啊。一种罪是对亚当甲夏娃来的，就是因食迄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，迄是对无顺服来的。就是上帝讲袂当安尼做，但是因无顺服，搁做，所以因犯罪了，因将即个影响带来互咱人类，即个代价就是死。另外一种呢，是伫律法还袂出现以前，所以保罗伊讲，伊对亚当甲摩西这段时间，死安那支配人类，无任何一个人袂死，因为每一个人
拢是罪人。安尼看起来，全人类拢因为这两个人对上帝无顺服有罪，并且无法度脱离死亡所带来的支配。当咱看保罗所讲的，这个解说，咱来看创世纪的时阵，咱爱先思考一项事，就是这个解说，咱敢愿意接受？咱感觉合理吗？还是讲咱只是甲伊当做一种知识？伫遮的时阵，咱思考的前提，咱必须爱先了解一项事。保罗伊所讲的代志是事实。对这个相信的开始，咱才有法度继续了解上帝的奥秘是甚物。但咱爱问家己的是，咱爱问家己，对咱来讲，这段经才是一种信仰顶面的认知、相信，也是一种这就是故事啦，这就是一个学问我知影人有罪，就是安尼，是倒一种？咱来分辨。保罗伊讲，罪对一个人进入到这个世间，死嘛对咧人，结果对所有的人拢无法度避免这个罪。遮恁所讲到的是原罪，原罪是啥物？就是人原本就有罪。这个原因是对亚当甲夏娃来的。咱可能会感觉真好奇吼。如果有一个拄出世几个月的婴仔，因为破病来离开。安尼，伊同款是一个罪人，但是伊啥物拢无做呢？伊因为原罪，却真做一个罪人，看起来敢会真无公平。挑战即个原罪的问题吼，嘛不只有即项。我想透过咱理性的思考吼，有可能咱会当想到几项，感觉即个人应该是无罪，应该是无罪。因为伊无能力犯罪所以伊无罪。像这种想法，咱有可能会想象得到。咱会当思考看卖，家己是怎样来看待这项原罪，就是这项罪甲咱的关系。一个罪对咱对罪的观念是甚物？对伫原罪的看法，神学家因提出3种无同款的看法。就是过去的神学家，因咧看待即个原罪时，因提出3种无同款的看法。我遮恁必须先讲，无任何一个是绝对的对。但是你会当去问讲，你倒一种的看法，你是较会当了解原罪甲你的关系。第一种是原罪，遮恁我用国语讲吼，原罪遗传，原罪遗传说，意思是亚当甲夏娃是人类的祖先嘛。所以，咱人受到伊的遗传，因的基因就伫咱的身躯内面，伫人类内面，咱就因为伊的关系有即项罪。第二种的讲法是原罪代表说、代表讲，意思是讲咱拢是亚当甲夏娃的后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咱因犯罪的时阵，伊就代表。亲像爸母共款，因就代表全人类犯罪，所以咱呢，因为是因的后代，咱嘛有罪。第3种是原罪影响说，意思是讲，咱呢受到这个犯罪人类世界影响，所以这个罪呢嘛影响咱的爸母，影响咱。唔知倒一种是咱较会当接受的。我认为有一个比喻会当帮助咱更较了解这个罪甲咱的关系。有一个比喻，我感觉真袂歹。这个比喻是，当两个国家发生战争的时阵，会出现赢的甲输的，对不对？输的呢，伊这个国家输，就代表这个国家所有的人拢是输的，对不对？无论是拄出世的。也是讲破病一世人无法度行，倒伫眠床顶面的。无论是你有参加，还是无参加这个战争，只要你的国家输，你就是输的。规个国家内面的人，所有人的身份就拢是正输的。伊影响规个国家内面的人，这就亲像
亚当甲夏娃，因甲罪咧战争，最后因输互罪，所以因的所有的后代拢真做罪人。这个证书罪的代价就是啥物？死。保罗伊解说人是怎样会有罪，但详细咱嘛必须思考另外一项事，就是咱罪人的身份是只有罪人的身份，才真做咱是罪人，就是讲咱是罪人，刚是咱思考这项事是吗？啊，咱是罪人是因为原罪的原因嘛？就是讲亚当甲夏娃只有干那是安尼尔嘛？无其他的原因，互咱真做罪人嘛？咱需要思考这项事。保罗伊讲，要未有律法以前，罪已经伫世间；不过无律法，罪就无算罪。罪就无算是罪，才应该解说一下。咱若有中文译本，咱会当更较了解。毋是讲罪就毋是罪，安尼看起来就是无罪嘛。伊的意思是讲，人犯罪嘛有罪，但是无律法。就无安那，就无处罚，就无处罚，是这个意思。咱对保罗所讲的这段经经在，咱会当看到，也未有罪以前，罪就已经伫这个世间。咱因为亚当甲夏娃所犯的罪，真做罪人的身份。但另外一个方面，咱也会惊出无共款的罪行，咱的行为也共款的犯罪哦。保罗伊讲，人因为上帝恩典啊，会当得到拯救。但是伊讲这段话以前，伊先讲到啥？伊先讲到亚当甲耶稣，就是伊用亚当甲基督做比较。这是为着要互当时罗马教会的信徒伊会当了解，怎样人需要上帝恩典。但今仔日咱来看这节的时阵，咱嘛会当来了解，为什么咱需要基督的恩典、上帝恩典的救恩。当咱开始思考原罪甲咱的关系的时阵，咱会发现哦，如果干那只有思考这个物件，咱虽然明白咱为什么有罪，但是咱会感觉到一项事，就是这甲咱的生命、甲咱的生活呐，有一段真远的关系啊。就是讲，伊无法度互你感觉到你需要哪悔改啊。因为这时间伤远啊，而且这物件呢，因为伤远，你知影，但是就亲像有关系、无关系共款，你袂有真切的感受啊，无毋对，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。所以咱需要开始思考另外一项事，来提醒咱家己，伫咱的生命中间是需要上帝恩典的。这个思考伊关系到咱所行的，就是咱的罪行。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阵，咱可能有一种感觉，就是真歹去找到呢。过去我新学院的老师有一个教授，伊会出一个功课互咱，互学生，互阮的学生。这个功课其实看起来真简单，但嘛真困难。伊就讲每一工你爱写2项代志，啊，这就真做你的期中报告。这2项代志是啥物？你每一工爱写你今仔日所感受到上帝恩典。第2项事是你今仔日所犯的罪过。拄开始写1工的2工、3工，佫真简单啊。但是当你开始有咧写的时候，你有发现，我就发现写袂出物件。感谢上帝，今仔天气真好。啊，头前迄工咧，嘛共款。啊，佫头前迄工咧，感谢上帝，互我健康。开始会变真做真简单，啊，做咧，拄开始歹势，上帝我徛倒摆哦，闯红灯，啊，然后咧，无闯红灯了咧，歹势，上帝我做一个新学生迟到，啊，然后咧，开始想袂到后，你会感觉我是有罪，但是我找袂到啊，因为这个原因也互咱有一个感觉。对啦，罪人，我需要上帝是一个对教会来的教育，但是本身生命的体验是感觉还好，无冷也无烧，就感觉安尼尔。也因为找袂到吼，无发现迄个真严重的罪所行的行为，所以咱无法度去看重
看重需要救恩，看重爱认罪悔改。伫圣经内面就有安尼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就是耶稣所讲的。有两个人，因来圣殿祈祷，因伫圣殿来祈祷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冒税，就是税吏。法利赛人伊咧祈祷的时阵，徛较真直。为什么？因为伊感觉家己是一个真好的人，真正的人。伊甲伊祈祷的时阵，伊讲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无亲像别人去恐吓别人，我无亲像别人惊不义、淫乱，我嘛无亲像迄个冒税，就是迄个税吏。我一礼拜禁食2摆，佮奉献全部的收入、金钱1/10互你。毋过，迄个冒税就是迄个税吏，伊徛伫真远的所在，真毋敢就会当看到即个圣殿。伊连伊的头也毋敢压起来，伊只有对伊的心口讲：上帝，怜悯我即个有罪的人。这是伊的祈祷。伫耶稣的比喻内面，后壁迄个人受到上帝。伊的祈祷受到上帝的接纳，咱有可能袂亲像，看你亲像这两种人，很极端。咱可能袂亲像这个法利赛人，感觉家己是一个义人，对不对？但咱也袂亲像这个冒税，感觉讲爱忧伤痛悔、认罪悔改、迫切祈祷。这个信仰的表现哦，会受到咱对罪看法、甲认知来影响。伫到大部分的时阵，咱咧看待甲罪关系的时阵，有时会感觉安那真生疏，就是陌生，甚至无法度互咱感觉讲，真正需要上帝的救恩。所以咱可能会当开始思考讲，要安怎调整对即个罪的看法、甲认知。伫我咧开始思考这项事的时阵，有一个电影对我带来真好的帮助。这个电影呢，伊是真人真事，就是一个真正发生的代志所改编的。这个电影的名叫做咱会当所记者汉娜·鄂兰，这是一个人名，汉娜·鄂兰，真理无惧。我用国语来读，恁可能会较知影。就是这个人叫做汉娜，伊伫第2届世界大战的时阵结束。这个女主角汉娜，伊对这个纳粹德国投去到美国。伊是一个犹太人，所以咱会当想象，伊就是面对大屠杀嘛，大屠杀。伊伫遐咧面对一个真恐怖的代志，但是伊无死。所以伊倒出来了，伊就开始思考真侪甲这的代志有关的事。伊是一个思想家，也是一个哲学家。然后呢，这个代志发生以后，伫1960年的时阵，有一个捌参加这个大屠杀纳粹的军官，伊的名叫做艾希曼。伊受到这个以色列所掠，掠起来，就要甲伊审判啊，对不对？要甲伊定罪啊。伫迄个时阵，这个大学教册这个鄂兰，伊迄个时阵咧教册，伊就知影这项事，伊就一个叫做《纽约客》的知识杂志诶，推荐家己，伊就一个报社要推荐家己，伊要去到现场做一个记录。记录伊所看到，然后呐，互大家知影，互大家无去遐恁的人知影，这个艾希曼伊到底做啥物代志？但是呢，当这个鄂兰伊到伫这个现场咧看艾希曼受审判的时阵，伊所去惊着，国语来讲叫做惊讶，伊去惊着，因为这个艾希曼伫伊的眼中看到的是安那，是一个真平凡的人。无亲像伊所想象，也是伊所听见、伊所做的代志，亲像魔鬼共款。
伊就是真平凡的人，就亲像你甲我共款。而且伊看起来安那，毋是一个无道德的人。这是为什么？伊对倒位看到？毋是伊生了真缘投，是因为伊伫咧讲的时阵，伊咧讲伊所做的代志的时阵，这个人啊，伊感觉伊完全无罪啊，伊感觉伊是一安那尽忠职守的人啊，伊就是尽忠职守，顶面讲啥物伊就做啥物尔。我靠罪，伊感觉伊毋是杀人凶手。艾希曼迄种纯粹的表现，互即个女主角愕然，伊开始思考一项问题，伊开始思考，到底什么是邪恶？邪恶的本质是啥物？因为邪恶才会有犯罪才是，所以邪恶到底是啥物？还是讲邪恶是因为伊的善良无去啊？安尼尔，伊开始思考。然后呢，伫伊思考了，伊写伊的记录落来。伫即个记录内面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伊从别人眼中所看到的即个艾希曼是一个魔鬼，伊家己写做只是一个平凡的人。当然，伊有写伊所做的代志，但是伊无甲伊所做的代志安那看甲真严重，因为伊将重点放伫另外一个所在。伊认为讲艾希曼所做的是邪恶的，无毋对，是邪恶的。伊有罪，也应该受到处罚。但伊讲另外一个层面，伊讲这个邪恶啊，伊提出一个想法，伊讲这个邪恶，他说邪恶，中文说邪恶的平庸，平庸的邪恶。伊讲这个邪恶的平庸的邪恶哦，就是亲像，就是平凡的意思。邪恶它不特别，毋是真大的物件，伊是真平凡的。伊讲邪恶无一定会体现出充满恶念的形象出现，但是这个邪恶啊，伊会用真平凡的方式体现出来。这咱刚听，这是真特别的思考，对不对？伊讲这个平凡的邪恶，伊的特征就是，一个人伊停止思考，伊无搁再思考啊，伊拒绝独立思考，伊只有军队比伊搁较大的国家、机关，也是人，也是群体意识，伊军队尔。就算是尽忠职守，是一个真好的事，但当人停止思考的时阵，这个尽忠职守的结局，带来的结果也是灾难的。这是鄂兰伊所提出的观点。这个观点伫当时，大部分的人是无法度认同的，因为尤其是犹太人的群体啊，这个人就是大屠杀咱所有犹太人的，较有可能是平凡的人啊。有真侪人无法度认同，也有真侪毋是犹太人的人，看待这项事嘛无法度认同。这个鄂兰所提出的，所以伊面对真侪攻击，最后伊本来是教授，也互大学来辞退。这种电影伊非常丰富，我无当真底来讲伊的内容，咱会当来去看，叫做《汉娜·鄂兰：真理无惧》。但伫这个影片内面，讲起着三种人。第一种是这个艾希曼，就是参加大屠杀的军官，伊感觉伊家己安那，毋是杀人凶手，伊是真正安尼认捌的哦。第二种是安那，看伊做魔鬼化身，真邪恶的一群人。第三种就是女主角，伊提出平庸的邪恶，就是平凡的邪恶的这个恶人。第二种人就是看艾希曼做邪恶、做罪人的这个罪人的这个想法的人，是咱较有法度了解，但是咱可能较无法度了解是为什么艾希曼伊会安尼，较能肯定家己毋是有罪的人。啊，另外一个是女主角伊所讲的这个，哪像是爱去读什么升学系，也是什么大学所教的什么哲学系，才有法度了解什么是平庸的邪恶，毋是真了解，对不对？较有可能是安尼。
但我想要互咱来思考一项事，就是一个人啊，伊犯罪哦，伊是真有可能会感觉，伊会确定讲家己毋是罪人的哦。就是咱着看爱心曼安尼，是有安尼的人呢。另外一种是看到别人有罪，但是完全袂反省家己的人。然后呢，第三种就是即个女主角，伊所提出的即个罪的想法，我想要互咱来看的是，就亲像即个想法共款啊。罪吼，伊无一定会用充满邪恶的方式出现啊，伊可能会用真平凡的方式出现伫咱的生活中间，真平凡。但是当咱停止去思考、拒绝的时阵，即个罪吼，因为伤过平凡吼，互咱真歹去发现。所以认罪、甲悔改、甲需要救恩的即个想法、甲行动，就离咱真远啊。咱就感觉讲无需要，未需要，因为我未有这大严重的罪，我也无杀人放火，对不对？但是罪伊有可能就毋是安尼出现的，伊是真平凡的。出现伫咱的生活中每一个时阵，当咱开始思考、看重讲罪甲咱的关系的时阵，咱心内可能会开始出现。所以平凡的罪嘛包含我对迄个人的歹看法吗？有可能伫上帝的看法内面就是安尼。当咱开始想象的时阵，来去发现的时阵，咱会感觉讲。原来罪甲咱的距离吼是真近的啊，无亲像咱较早所想的真远。但是咱嘛看到家己是有限的，要解决所有咱所看到家己有罪的部分，爱改的是真困难的。所以咱会发现救恩是偌尔重要，因为就是咱有限，咱需要主知影咱需要一项物件，会当带咱脱离这个罪。保罗伊讲亚当。是要预表即个要来的迄位，就是耶稣。毋过亚当啊，的过失，甲上帝白白的恩赐吼是袂当比的。因为若对一个人的罪过，这个人拢死，安尼上帝恩典就要通过耶稣基督一个人，互白白互所有的证人呢，拢得到恩赐。虽然一个人的过失死来支配人类，但是耶稣基督伊嘛通过一个人来成就更较大的代志，就是互所有领受上帝这项恩典，就是透过相信，就会当白白互咱成做一个会当伫伊面前称义的人。当然，也阁有另外一个过程，就是咱爱继续跟随，就是正生的路啊。一个人伊犯罪，甲一个人伊牺牲家己，这两项代志袂当比，因为呢，一个是人类，但另外一个人是啥？上帝的囝。透过上帝的囝耶稣的牺牲，咱会当看到另外一个赞助。亚当伊是因为无顺服，但是耶稣是因为顺服。亚当呢，伊是所有受造人类的第一个，因为无顺服得罪上帝，成做罪人。但耶稣是所有新创造的人的第一个，因为顺服，咱会当透过相信来得到称义。保罗伊甲咱讲，这份对上帝来恩典吼，超越咱的想象。咱无法度去想象，咱只有努力来感受尔。伊不只是要互咱的罪得到赦免，也要互咱甲上帝的关系得到更好。所以，咱成做新创造的人，这项事，毋是讲咱任何代志拢会顺啊，是要讲咱伫软弱的内面，咱有限的内面，咱会当因为耶稣。我靠耶稣来有无共款的人生体验，因为称义吼，相信来称义，这毋是结局，
这毋是咱这真做基督徒吼，只要安尼做，这故事就结束，毋是安尼。当咱相信人写称义的时阵，咱会行一条路，这条路叫做成圣的路。伫这个路顶面会有辛苦，但是咱也透过倚靠耶稣，伫这个辛苦的顶面，咱透过耶稣，成做一个不断更新，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比如讲，若需要咱去听一个咱无法度听的人，这是辛苦的，这是。但是当咱有法度慢慢啊开始听这个人的时阵，咱要受到新创造。伫顶礼拜2月18的时阵，咱教会举办一个广播的活动。广播就是做伙看电影，这个电影是有智慧财产权的，咱申请。这个电影伊是一个，伊毋是改编的，伊就是纪录片，纪录片。伊要讲的内容就是一个校长，伊是原住民，伊到伫一个信义乡来教即个原住民的学校，原住民学校内底的囡仔。即个片的名叫做《古鲁玛哈回家吧原声》。伫这内面吼。如果有机会，我想教会当去举办即个广播的活动，咱啊会当透过我的分享来感觉讲有兴趣，我感觉这是真有价值，会当咱来参与的事项。我伫即个片内面看见着基表的听吼，互一个人吼，真做新创造的即项事，就是这毋是一个口号啊，这是发生的啊，也来互我看到，我想要甲咱来分享。伫内面，伊去讲到一个校长，伊叫做马彼得，伊到伫即个南投信义乡内面，伊联合几位退休的老师，创立一个叫做台湾原声教育学会，并设立一间体制以外的学校。即个学校伊只有礼拜六甲礼拜日才有上课，所以上课若要去上课，你就是无假日。即个学校的名叫做台湾原声音乐学校，真特别学校。咱会当看见着，即个学校就是要学音乐的，对不对？伫内面呢，即个影片内面，伊去讲着讲部落内面吼，即个原住民因的教育的问题，伊也伫内面即个影片内面去记录讲，即15档伫遮发生的故事，以及原住民因迄美好上帝所赏赐的声音。即个学校伊用学唱培养囡仔的信心，通过教育反转弱势的精神，带领陪伴即个信义乡14个部落的囡仔。伫这影片内面，咱若有机会去看，我迄时阵咧看的时候，我有发现，就是虽然完全无讲到宗教，无任何的宗教内容，无讲道啊，无迄种分享福音嘛，无。但咱会发现哦，因咧唱的歌有一寡歌是咱真熟的。伫内面我听到，因会咧唱《奇异恩典》。我嘛看见着讲，伫这影片内面，因有通时吼拢无讲话，迄个摄像机就安尼经过，因拢安尼。我想讲，因咧祈祷吗？因咧做食饭的祈祷。我看见了这个影片内面，这个校长、老师以及毕业的学生因带着一个基督的听，愿意献上家己来，把这种的听分享给家庭的囡仔，互即群囡仔伫听内面，会当成做有五望的人，也透过有五望来成做军队，甲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所以我看到的是一个人因为伊成做新创造，伊用行动去影响别人，来认捌上帝。
也互因会当伫明白上帝的过程内面得到更新。如果咱有完整看过罗马书规卷的，咱会当看到保罗因罗马教会圣徒因讲的这个道理啊，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，伊是要互已经真做基督徒的人明白。伊的目的毋是要传福音嘛，因为伫伊去以前罗马教会就已经出现啦，所以罗马教会毋是伊创立的，伊去已经有啊。伊去是要为着要互已经真做基督徒的人来明白，人是怎样透过上帝的恩典来得到拯救的。伊爱因去思考啊，伊爱因去知影，基督徒爱真做一个了解、会当思考，并且呢有过真信的生活的基督徒。所以，如果咱感觉真做基督徒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，安尼保罗甲过去的圣徒就免努力啦，对不对？因就免写较侪故事，即个经载的故事，互咱后壁的人会当来去看、来去了解。因无需要甲伊的性命赔上嘛，因无需要努力，因为因信称义就是相信得救4个字，遮简单。所以毋是安尼，咱知影，就是无简单嘛。所以真做基督徒的过程是辛苦的。但是这个路顶面呢，伫这个路的顶面，要透过瓦克耶稣得到困难，互咱伫咧行军队正胜的道路的时阵，会得到这个力量。这个力量是对上帝迄奇妙的疼所来的，就是因为疼咱，才有所谓的因信称义嘛。因为这个疼，互咱有力量。互咱有相信的力量，互咱有军队的力量，也互咱有力量来更新家己。无论是伫细汉，也是伫咱出社会，也是伫咱年老的时阵，咱拢阁有机会来改变啊！这就是上帝所带来的这个恩典嘛。咱会当透过更新、称义来成做一个合上帝所喜爱的人。这种人，就是会当得到上帝伊所拯救的人。所以透过相信，透过称义，透过军队，透过正信，咱这个过程，就是一个军队上帝，并且呢得救的过程。所以罪伊袂用真严重的方式出现伫咱的生活中，伊会用真平凡的方式。所以透过安尼，咱会当发现，如果咱伫生活中有事有犯罪，咱就需要基督的这个救恩，咱就需要反悔来认罪。愿主的话会当帮助咱去看重，咱需要伊的救恩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透过过去圣徒以及保罗先生所讲的话，互阮会当去明白，原来阮是有罪，原来阮是需要你，也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有机会知影，互阮伫每一届看重你的话的时阵，阮的生命会当得到改变，互阮的行动会当得到改变，互阮的观念会当得到改变。愿主持守的保守阮每一个人的心，有你对你遐来的感动。也互阮即个感动，会火热的心，会当去影响阮身躯边每一个还未明白你，也是明白你的人。求主带领阮生活中每一天，阮安尼献上感谢祈祷，奉靠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三个来吟回应诗，信诗第27首，我主上帝。上帝，我若受就若戆影，你的成就所做一切工程，看见星星，搁听
踮伫遮，咱要同齐为着两位小姊来行洗礼，所以请咱同齐来吟圣诗352首，圣花所行的礼仪第1节甲第2节。礼吟的过程也请爸母带囡仔会当来到伫头前，咱同齐来吟这两首这两节。圣花所行的礼仪，也有关系的小子，亲像骨肉行家己，表明行之小兄弟，家己有灵洗礼体。请咱同齐来听上帝的话语。马可福音所记载讲，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，要互伊摸。学生责备因，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，甲学生讲：用阮细囝就近我，无得见因，因为上帝的国是要互即号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既若承接上帝的国，无亲像细囝的，决断袂当入去。就抱因，甲因换手祝福因。虽然咱的细囝踮伫年纪也细的时阵，未明白这个事，总是上帝的恩典也踮伫因的生命中间，通过父母所告别的信仰，因踮伫一生的日子中间，父母来排起信仰的责任，教导因，互因一生行伫上帝的路中间。所以恁带恁的细囝要来受洗礼，所以恁需要踮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，所以爱请两对父母来应答牧师所要问恁的问题。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？恁着倚靠上帝赏赐的气力，将基督的真理甲信道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，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，互因所行下伫上帝教会法度。你敢有愿意安尼行？我讲伤细声，所以爱较坚定的。你敢有愿意用安尼来教导恁的细囝？愿主祝福恁以及恁的细囝，帮助恁会当守这个约，踮伫一生的日子中间陪伴恁的细囝，互因到伫年纪大的时阵来接受更新的。咱同齐来洗礼。黄以礼。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圣神的名，阿免。
王千兰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圣神的名。阿免。我来做宣告，请咱兄弟姊妹同齐起立。照耶稣基督的命令，这两位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，做未备参会员，有份伫新约的恩典。当这细囝的父母甲会长亲自来作证，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，直到因领受献身礼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全能的爸上帝，愿恳求你保守、照顾伊利甲千兰，互因会当一生行伫上帝你的道中间。祝愿你引带因的身躯甲灵魂，互因的智慧甲智慧哪加天，上帝甲人也哪听伊。愿恳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因，引带因平安经过囡仔的时期，救因脱离少年的诱惑。直到成人的时，互因通家己告别信仰，阁会坚持到伫落尾。主管的上帝，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捌过世间的家庭生活，愿求你祝福这世囝的家庭，求你赏赐因的父母，甲记若要照顾因的人，互因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照顾世囝，通伫你听的内面得到成长。愿安尼祈祷是靠耶稣的性命来求。阿免，会众请坐。来颁发证书吼。谢谢。好，来，请恁向后转。来甲咱大家介绍，这是迄个黄宗华牧师的囡仔，两位爸母，迄个博正是牧师的囡仔，啊婷宜是个查某囝，啊，这两个是因的囡仔吼，啊，这是博正甲新配，去年踮伫咱的教会中间结婚，啊，以利还袂3个月，啊，过来婷宜甲，歹势甲看小抄，玉阳，啊，因大汉的伫遮，啊，这是细汉的是千兰，啊，因住伫澳洲。所以随时要转去澳洲，所以咱也踮伫遮特别为了因来行洗礼吼，啊期待，因为足期待会当踮伫母会来受洗礼，所以愿上帝也大大祝福踮伫因的家庭中间，咱拍鼓啊来欢迎因吼。好，好，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。
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请咱同齐来看教会几项报告的事。咱的圣经学堂这礼拜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在1节到26节，请咱会当同齐来备班。嘛欢迎甲咱大家报告，咱的会员节有转职就是翠英姐甲新福兄吼，翠英姐甲新福兄登来咱中间，咱拍破啊欢迎伊。好，今仔日咱就为伊着这2位细囝吼，王千兰甲黄以丽2位小朋友来行小儿洗礼。好，过来这礼拜拜1甲拜2办公室的休假2天，又是国定假日吼。好咱来看这个后礼拜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所以后礼拜由咱的妇女团契来担当主日的服侍，咱会邀请中女的刘冠霖牧师来做正道。下晡后礼拜主日的下晡有一个特别的演讲，这个演讲是我甲一个导演吕义新老师，我会甲伊做伙通过女性这个议题讲教会的故事，讲导演咧，伊最近有一个剧，有一个特别从女性的角度来搬一出戏，所以伊会讲伊所收集这个资料的故事。所以其实莫看这个题目看起来足严肃的，其实内底是拢咧讲故事。所以邀请咱大家会当做伙来参与，嘛踮伫妇女事工的时刻，咱也搁一摆来思考女性踮伫宣教中间，以及女性踮伫教会中间一水的见证。所以这是后礼拜咱的聚会。好后礼拜也是部会周，所以嘛踮伫12要召开中集会，所以嘛请咱的中集同工会当同齐来备办这个资料。好即马咱协会嘛有专用的奉献袋，所以若有意愿要为着咱的协会奉献的，会当使用这个奉献袋吼。奖助金已经开始咧接受申请，所以嘛请符合资格咱的学生吼，伫今仔日以前会当来提出咱的申请。主日学快乐周儿童快乐营已经开始吼，所以嘛请咱主席家长会当同齐来注意这个时间。台语罗马字班，听讲即摆已经超过20个参加，欢迎咱会当踊跃继续来参与，咱真欢喜会当有这个机会嘛，通过苏牧师娘要搁一摆带咱来学习罗马字，所以也未报名的，鼓励咱的兄弟姊妹会当继续来报名，咱报名嘛是到228为止吼，所以到今仔日，所以请咱会当尽量来有想要学习讲台语、学习罗马字的兄弟姊妹。欢迎咱会当报名来参与。好，我做以上安尼的报告，咱礼拜三以后会当做伙分享，等下嘛请咱小会员会当来到头前甲受洗的家庭来翕相吼。咱做伙来读本周金句，咱做伙读2摆。因为一个人背逆，众人拢真做罪人，共款。一个人顺服，众人拢真做义人。罗马书第5章19节，搁一摆。因为一个人背逆，众人拢真做罪人。共款，一个人顺服，众人拢真做义人。罗马书第5章19节。咱即马来唱。祝福册肯的诗第402首，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。
请起立。困求主你助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困求你甲我渡过保护，假使我的人欠必输正，暂我答你遵守你改命。你我着做决定，对做你错是要的人，只是我的心被牵绊。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。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。阿门。直到闭会。好，请咱的小会员会当来头前，甲咱受洗去上好。